新的国片伫咧南投老戏院播出，邀请戏剧内底演员和民众交流，嘛替这对新人的求婚做见证。因为疫情关系，两个人一直无法度办婚礼，男主角慢慢正式向女主角求婚过。这摆伫咧戏院做元老，替新人完成梦想。有一点点预感啦，但是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 surprise 这样子。对，珍惜当下，然后珍惜身边的人，然后也祝福我们这对新人就是永结同心，恩恩爱爱。戏去年才配合电影的话题推出爱情片，担任元老的角色，嘛趁这摆的机会结合南投在地创业青年，因准备求婚的道具，搁现场的布置和影像记录，来替女主角安排求婚。那这活动比较特别在于说，我们是结合南投在地的一些青年品牌，透过戏院正做平台，为这对男女主角打造浪漫的求婚现场，同齐替这对新人完成求婚的梦想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